没么大，一小妹不开张，侬开张，下面话很有名的当中侬开张，下面话海盗等夜的波，海盗等夜的波。等夜的波，知道，来电负责，来电负责，来电负责，我到亚几夜，我到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海盗姐姐，来当姐姐，你呀节拍也带我到，海盗等夜的波。那波，这个波，知道，来电负责，我到亚几夜，海盗等夜的波，这个波可能古代是一个这个字，古代是个符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说古代的人看古代的话，就是有点不太明白，就是不明。知道来电负责，消灾是方言 dialect 来点风，我到亚几夜，他也接我，海盗等夜的波，知道来电负责，我到亚几夜，哪个接受了这个小孩呢？他也能接受我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啦啦啦。